由台南市议员张培雅甲向阳文教基金会代表斗阵抓牌，向全国宣告向阳客户中心正式营运，将提供弱势家庭囡仔免费教学辅导。我是做媒合者，但是我也很荣幸，我希望爱的教育能够在台南更能够发扬光大，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人生。我们成立这个平台有3个面向，一定要圆满的促成，才可以这个圆满的运转。第一个就是师资，第二个面向就是这些翻转教育需要有这个被翻转的对象，第3个就是经费。向阳基金会大手牵小手，连接大学免费来帮助高中小学生教学辅导，同时结合3关学，让学生会当改变家己的人生命运。串联起来，大手西小手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大学或者是高中生来对我们的国中跟国小的学生来做一些课辅的这样子的强化哦。向阳客户中心已经有32位大学职工老师，甲24位高中小学生开始辅导作业。中心目前锁定伫东区进行营运，暑假伫中校国中开学了后，伫崇文里活动中心，未来将扩大到台南各区，提供台南的囡仔更较好的教学。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